像是追附着土壤，时光线下倒映的黑暗。大雨降下，泪水是唯一的纯净。生命看似延续，却一步一步的离去。 时光线下倒映的黑暗，大雨降下，泪水是唯一的纯净。生命看似延续，却一步一步的离去。大家晚安。哎呦，好像很像，还是有一点精神哦。大家晚安。好，大家好，我不是穆尼优。今天呢很开心的可以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哦。那我们已经经历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我们走过了非常多的疫情的期间哦，所以说呢，我们很少的机会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现场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而在此时此刻呢，在穆尼优今天将要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的同时呢，索瓦纳以及索瓦纳的伙伴们在这个现场献上一些歌曲，想要祝福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日子哦。讲起来很像婚礼，有没有？我们现在恭喜我们的新郎新妇，没有啦，开玩笑哦。那就是因为我们穆尼优，我们知道他即将发行他的这一次的这个新专辑哦。
那专辑非常的好听，就是我已经有先听过了哦。然后如果说你们还没有听过的朋友们呢，在今天你们有耳福了。对，如果你们今天来到这个现场，我相信他们会得到非常非常大的激励。而且布尼又是一个非常棒的歌者，而今天呢，苏瓦娜以及伙伴们在这个现场呢，我们要带来半场的演出。刚刚那首歌曲它叫做《生命树》，是来自 CMO 乐团的第1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带来下一首歌曲，它叫做《和平的世界》，我们用阿美族语来发音，然后来送给大家，让大家听见我们心中最美丽的画面。还是要拍手吧。
或许我们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和平的一个状态、一个样子。而究竟是什么样的和平呢？或许是这个世界和平啊，或者是与自己自我心灵的和平。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要带来一首，它是跟旅行有关系的歌，它叫做《远行》哦，它是来自 CMO 乐团的第2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哦，《远行》。然后呢，这首歌曲它是在讲述说，当一个人从部落里面资深来到都市的一些想象，但是当你受到了这样的冲击之后，当你离乡背井之后，你看见的，你所感受的，它或许不如你所期待的，但是只要你的心中拥有你的一整个部落，拥有你的家人，拥有一切，这世界就是最美好的。送给大家，远行。
这首原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子的画面呢？哦，也没办法，就是现场就是30万人无法一个一个问，那我们就是用心灵交通的方式来去彼此理解一下彼此的内心的呼唤，好吗？好，OK， 下一首歌曲呢，我要先请我们的乐手老师们先去休息。你是不是不方便出来？那你就坐那边没有关系。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重量级的，最初的恋人，阿楚鼓手。这不好意思了吗？你可以打进肋骨了。好，下一首歌曲呢要带来一首歌曲，它叫做我刚才讲废话吗？下一首歌曲我要带来一首叫做《极止》哦，极是寂寞的极。只是停止的止哦，而这首歌曲呢，它在讲一些，即便说，就是它可能整个歌词里面就讲得非常非常悲观，就像说可能世界毁坏啦，空气污染啦，可能这宇宙已经快要挂掉了，还是怎么样之类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当一滴露水它滴落在这一块土壤上，或者是这一个岛屿上面的时候，它就会再重新的发芽。所以说，我们不管面对任何一件事情，面对任何一个问题，只要我们回到最初，那一滴露水，它滴落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会苏醒，我们就会觉醒，我们就会让寂寞都停止。送给大家极致。Hipusmu suka mapatai tuku serang lalang saku fali adunanu cilalang身份什么不带？我独孤无伤，无伤。
mapatay tuku sila lalabas ako fali atunanu Chilalaw tukutan lang hafafag sa mapatay awatuku usap Aku nuri awai ku tanu cekamu awai ku selalu berisu awai atsa ku kasih aku nuri ipus musika mapatay tuku serah lalalas aku fali atunanu Chilalaw tukutan lang hafafag sa mapatay awatuku usap